我来念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、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，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，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，必有人告诉你。”同行的人站在那里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大马色，3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，名叫亚纳尼亚。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：“亚纳尼亚。”他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。”11节，主对他说：“起来，往直街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民，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。又看见了一个人，名叫亚纳尼亚，进来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”亚纳尼亚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”15节，主对亚纳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”亚纳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，说：“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，叫你来能看见。”又被圣灵充满，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，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以上，请本堂刘传道来讲道，题目是“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啊，你是谁？”弟兄姐妹平安。在星期3的时候晚上，还有很多人在为这种天气在台湾怎么会缺水来祷告。在礼拜4的时候，我们一行人去参加张清爽弟兄的告别礼拜，牧师主持之后，突然下了很大的雨。我第一次来到这边5年，我们办理很多的告别式，没有那么大的。我们的这个抬棺木的，还有我们牧师，哇，全身都几乎快淋湿，因为那天雨非常的大。心中说：“哎，怎么会遇到这样事？而且还经过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需要经过2条街才会到火化场，在中立那个地方。”心里在想：“主啊，昨天说请你下雨，但是这个时候吗？这个时候这个很不方便，可是你却下这么大的雨。”但是心里还是想，感谢主，这个时候台湾需要雨，不然台湾就要限水。那天星期4晚上，桃园原来预计就要限水，但是就在回来的路上，就有长老说：“哎呀，听说报道今天的雨是人造雨啊，居然不是真的雨，是人造雨。主啊，你真的你是真神，你不是人造的雨，你不是人造的神。台湾真的需要主雨，台湾真的需要主。”
今天就下了雨。我可以确定，今天不是人造雨，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人造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主啊，你自己赐下这些话语，启示这些话语，让我们听了能够真正明白这里面的意思，而且我们可以活出来，我们实践出来，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掌管万有，我们相信这一位神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谢谢你，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可以明了。谢谢圣灵持续带领我们，可以给我们智慧跟勇气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我们大家很熟的，从扫罗到保罗。扫罗呢，他跟我们一样会读这个经文，只是他读的是旧约，因为他那时候才经历，听说有一个人叫耶稣，所以他对他所认识的神只停留在旧约，只停留在那个弥赛亚。应该那个大君王不是像那个木匠的儿子，不是像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是刑具，他不相信。牧师在2月的时候一直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先跟神有好的关系，透过单独会主，每一天读上帝的话，上帝使我们可以心意更新，使我们越来越像上帝。特别让我们有信心，可以相信，而且去做，使神得着上帝的喜悦。我们理应透过单独会主，我们理应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默契。我们应该可以知道神想要我们往哪一条路，我们应该很知道神要我们选哪一个丈夫，选哪一个妻子。我们应该很知道我现在这个工作适不适合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换工作，还是努力向前。我们应该是要知道，我今天早上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挣扎，而我是很喜悦的。我应该知道，在这个教会里坐在我旁边这个人怎么会坐在我这里，因为我好像跟他没有办法很和好。曾几何时，在神跟人之间，我们如果单独会主，我们有上帝的话语，我们怎么会跟神跟人之间有紧张，甚至于对立呢？不应该是这样，那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同样是信这一位上帝，同样看这本圣经的人，怎么会对这世界的看法不一样呢？我知道地球是绕着什么走的？太阳，是吗？有人反对吗？可是看起来圣经是反对的哦。圣经说怎样？应该是太阳绕着什么走的？应该是绕着地球走的啊。所以当有一个人他快要去世之前，他才敢写这个他所发现的。他说应该从日心，应该太阳才是中心，而不是地球是中心。他不敢写的原因，是因为当时候的教皇，如果你写出这一条，你大概就该死呀。这个人叫伽利略，我想我们知道，他就是接续着说，对的，哥白尼说的是对，应该是以太阳为中心，地球是绕着太阳走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同样相信这本上帝，同样相信这本圣经的伽利略，却因为这样的主张，还有一个叫做布鲁诺，甚至于被判火刑，活活被烧死。同样信上帝的人，却因着教皇教宗一句话说：“你们所说的主张跟圣经不合，所以要把它烧死。”伽利略就比较远一点，他就没有被判火刑，
就被监禁软禁。何以看同样的圣经有不同的解读呢？实在是因为我们对圣经不够了解，实在是因为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不够了解。因为说传道，上帝的话不是一点一句都不能改变吗？我想你应该常常听传道讲，我们相信上帝的话，我们应该相信他的经意，而不是表面上的字义。因为字义是叫人死，经意是叫人活。那么圣经不是科学的书，圣经是用各式各样文学的方式，甚至用故事的方式，甚至用真人真事所经历的来告诉我们。他经意是要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更认识这一位上帝，而千万我们不要用字面上去论断、批判，甚至于去迫害。今天的主角扫罗，就是想把那些他所认为、他所相信的神，应该不是那个信耶稣那群人说的，那群人真是糟糕啊！因为他所相信的神，应该不是他们说的这样，还被钉十字架，还死了，还说什么升天，乱七八糟。所以这个扫罗决定怎样，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全部把这些人都扫掉，而且网罗起来丢掉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的前面就讲到，有一群人已经做这样的事情，同样相信，同样看旧约的圣经，但是他们解读的方式不一样。他们认为这些胡说八道，所以就有第一个殉道者叫司提反，他们拿石头把他打死。而今天的扫罗，按照圣经其他章节来看，这个扫罗这个年轻人就站在那旁边帮人家拿衣服，顾着衣服，因为他心中也是说：你们丢得好，你们丢得好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也要来丢；有机会，我也要来把他们全部扫起来，全部网罗，全部来把他们怎样迫害。他不认为是迫害，他觉得这些人应该让他嘴巴闭起来，这些人应该统统抓起来。在经文一开始就说，扫罗仍然像主的门徒，主的门徒就是你跟我。如果有人就是这个口吐威吓、凶杀的话，凶杀去见大祭司。不止这样，他还要了什么？他要了文书文件，要到大马色的各会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扫罗他觉得，如果只有耶路撒冷，只有抓耶路撒冷不够，因为这些门徒会怎样？这些门徒一听到有人要抓他，会怎样？狗急会跳墙，然后人急会怎样？跑掉。所以这些基督徒全部都散。这个扫罗不只有抓这个耶路撒冷，他甚至于要出城去，而且他要文件出城去，把这个大马色已经逃到那边的人全部都能够抓起来，而且是不论男女。圣经很妙哦，这男女很重要，因为在那时候，怎样的人不算人啊？像我都不是人啊，我是谁？我是女人。在那时候，女人不算人。可是这个扫罗有够可恶，他连不算人的女人，他都要怎样抓起来，要怎样把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可见他心中的意志有多坚定，因为他认为上帝要他怎么做，于是他就出门去了，去大马色，想要去抓想要去做为主而怎样出力，大发热心。没想到有这个大光使他站不住，使他在那个扑倒在地，而且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如果经文里面，圣经经文里，他们文书有一个习惯，当你的名字被叫2次的时候，你都爱注意，就要好好的注意。谁被叫过2次？啊，摩西，摩西。哦，还有呢？啊？哦，也是撒母耳2次。还有呢？该隐跟亚伯。你该死呀，该死呀！
你居然害你的什么？你的兄弟呀！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圣经经文，你如果知道这个暗码，当叫你的名字2次，你就要注意呀。得恩啊，得恩，好事情就要发生。神就怎样介入的意思？有谁需要神叫你2次的举手？有好事哦，阿们。好事情，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然后呢，神就是要你去做一些事情，神要改变你。于是我们就知道事情的经过。你是主啊，你是谁？这里更妙了，他怎么知道是主啊？主，我应该要怎样？我应该是服拜啊。如果我们看原文就知道，他这个主啊是什么意思？就像我们这里常常说什么 “Oh my God”， 所以我讲 “Oh my God” 的，他不一定信上帝，是吗？哈，在这里也是在当时候他用的这个字语“主啊”。也不是尊敬的，也不是顺服的，而是说害怕之下，主啊你是谁？主啊你是谁？因为他眼睛看不见，而他得到的是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这个时候扫罗，我们可以想象他内心有多么冲击大，因为他热心大发热心，是因为他自己心相信他所相信的上帝要他做这件事，所以我们就知道扫罗相信内心那个主是要他去做的，所以他不认为那是迫害，他认为是他为主大发热心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，当我们相信错了，我们对神误会了，那事情就断掉了。当你认为我不会错，我不会错，我相信的上帝就是这样，你错了。扫罗就是自以为义，他觉得他所相信的弥赛亚应该不是那个软弱的，那个君王带领我们可以恢复，使我们可以再次不会被殖民，我们可以自主的，那个应该不是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号称是上帝的儿子，不是，他自以为义。当人自以为义的时候，就会逼迫到别人，因为他觉得你们应该跟我一样。而有一群的人真的是跟他一样，就这样集合起来，想要灭掉，想要使这些作乱的人，他们认为这些是作乱的。所以我们可以从经文从这个史学家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扫罗那时候他们会捉拿基督徒的原因，就是他们要制止这些传基督教的这个的事情，要把它制止，不要让它再发生，不要让他们这个掌管他们的罗马这样再让他们生气。他们说：你们不要吵，你们不要吵，你们这信耶稣的不要吵，不然管我们的罗马政府又要找我们麻烦了。所以他认为他是为义制止这一些。当然，从历史里我们可以发现，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建立了一个真的法利赛人，要为律法大发热心的地位。你们怎么可以挑战我们？我们读的圣经就是这样，哪里是你们讲的那样？所以人内心因着自以为是，于是就牵着就很多想要对自己有利的，然后自己开始有私心，因为各个宗派的人，犹太派、教派的，就想要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，于是就让扫罗有这样子蛮横的一个动作出来，影响偏行己路，得罪了神，他而不自知，还引以为傲。所幸扫罗，我们在人生路口吗？其实神也要介入，要呼唤我们的名字2次。我们正在不知道该如何吗？或者是我们得罪神而不自知呢？神也要呼唤我们的名字2次。那么我们就要知道，
我们应该要停下来。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啊，我在这里。当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他没有办法看见，有人拉他，领他进大马色，3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3日，就像耶稣钉在十字架时3天。我们也常常需要有安静下来的时候。当我们发生很多事情，我们没有办法反应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我们被神呼喊我们的名字，我们也安静下来。3天，安静下，不是这个字面上的3天，不是字面上的眼睛瞎，而是说主，我关掉所有这世界的眼睛，我关掉我人的身体的眼睛。主啊，我单单专心仰望你。当这3天之后，在大马色有个门徒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就对他说：“亚拿尼亚。”他回答什么？这也是超自然的现象，直接对他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。”亲爱弟兄姐妹，扫罗得罪神的时候，神用超自然能力介入，单独会主，真的让他看见主，听见主的声音。他的回应是：“主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”但亚拿尼亚是一个顺服神的，他回应什么？主，我在这里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如果神用超自然的能力，透过每天单独会主，或者是人事物，让你经历到你的回应是主，你是谁？还是主？干脆一点，我在这里。因为传道有说，当超自然的能力经历在你身上的时候，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圣灵给你大有能力的时候，是接下来要有事情，要有神要你跟他一起来经历那神迹奇事。我们的回应是应该：主，我在这里。主，我在这里。是的，亚拿尼亚直接他就进入到那个人的家，虽然他内心知道，主啊，这个人你没有听到他恶名昭彰吗？他都迫害那个相信你的人呢，我还要去，还要让他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，这对吗？这个我要这样做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愿意遵行神，就去做吧，不要被我们过去的经验觉得这个人不够好，我们不想做。我们主导文常常在讲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哪里？地上如同天上。这有2个层面。第一个，神叫你去做，要你去遵行，你要不要去遵行？阿们。亚拿尼亚就主，我在这里，干脆一点，既然跟随神的，主，我在这里，我去做。但是最难的就是做不到，要爱我的敌人，生气不可到日落。但是问题是我每一次都到晚上的时候，夜深人静才想到白天的种种，然后就睡不着了，对吧？主啊，愿我遵行，全部交给你。另外一个面向是什么？另外一个面向是没有经过我们同意，突然发生在我们当中的，可能是那些苦难，是主引导我们去经历。我有朋友到了，他是在那个很大的公司，他到了最后1个月要退休，他才被资遣。之前可以领多少？几个月而已呀，退休可以领多少？比之前多了。怎么会发生这个事在我身上？神引导我们去经历了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愿我们在应该遵行的时候快跑，遵行神要我们遵行。但万一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另外，就是发生我们没有经过我们允许，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，就是神要我们去经历的。亚拿尼亚就是神要让他去经历，他这么做可能他会被骂惨了。我
我们知道后来使徒行传真的支持扫罗的人，哎呀，被怀疑呀、哎，这个人你还敢带他？这个人你敢跟他在一起？这个人就烂人，你还敢跟他在一起？敢，因为后来我们看到扫罗变保罗，而且说你是神的儿子，到处的说，而且怎样，让我们的新约的圣经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保罗写的。他不只写，他还传福音，传到地极。好，保罗相信主的心中是要他从姓名从扫罗变成保罗，而且由内而外，他不再用律法来看主，不是像法利赛人只要行这些，不再用人的眼光去看主。主啊，这个人是这样，主啊，这个是这样吗？不再用这世界的判断来看见主。你会说传道，我才没有像这样，真的吗？传道一开始说，哥白尼他主张太阳才是中心，日心说太阳才是中心。你会说啊，我嘛知啦，是吗？你真的知道吗？我们是不是常常说日出日落，对吧？日出日落有什么错吗？传道没错啊，错了。如果你是日心说，你就不是日出日落。我们会说今天日出就是以我们为中心，太阳出来，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。我们常常自己以自己为中心而不自知，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每一次我们在做决定，我们每天要做决定，早上起来要喝豆浆还是要喝米浆？要喝咖啡还是要喝拿铁？要喝黑咖啡还是拿铁？都要做决定。但我想，上帝在意的不是这些细节，他在意的要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，什么是上的他的旨意？我们常常在祷告，求神，你让我走在你的旨意里。那么，我想旨意有事走。这是我的老师蔡茂堂牧师他所教导我。那这个下面的 PPT， 他说我可以用。我想，我喜欢他用这样子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上帝的旨意。其实有他不会改变，纵使让你禁食祷告，纵使让你祷告到天荒地老，不会改变。神掌权，我们常常祷告是这样。那么他不会改变，那谁要改变？当然是我啊，我们啊，是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上帝爱世上的人，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，这个不会改变，我们一定要遵行。如果我们不改变，那是我们自己受苦，那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得福。所以，神的大诫命、大使命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不会变。我们不要再想了，我们就是要去传福音，这是大使命。大诫命，我们爱神爱人，不会变了。不要再想那个会变的啊！我不适合传福音啊！我拍谁？没有，不会变了。那有一些是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是黄色这个。大部分神不会改变，也就是你从10楼跳下来不会改变，不会神机骑士让你不会。自然律是神已经这样的，不会改变。但有一些是我们可以选择，是黄色这些。黄色就是他的令旨，就是他的命令。他的命令是只要你去遵行，你就可以怎样？你就蒙福。你不遵行，拍谁？但神也给你自由意志。在这边经文里面有讲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143，可以看得清楚吗？好，一起，请你只叫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，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。好，这是给我们自由意志可以来选，但是人就是困难在这里啦。明明这个旨意叫你遵行，但你就偏不要，你就是没有办法。我性格就是这样啊，没办法啊，就这样啊，怎样？随在你去啊。游牧师常常讲什么？出在你去啊。神给我们自由意识，如果我们不去做，神会怎样？
出在灵去。好，我们来看罗马书1章28节，一起来读，请。他们既然故意不承是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好，我都去传福音了，那么他们故意不认识神，还要行邪僻的事，那跟我没有关系啦。那么黄色的，你如果自己故意，那么你就恩典，你就福气又少一半。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，愿意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，你愿不愿意？神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介入，就像今天经文，扫罗，扫罗，就像我们的生命中常常经历应验，应验，回头吧，应验这件事情错了，从你误会我了，从圣经的经文，甚至从祷告，从人事物当中，从我们经历的，我们知道啊，我错了。那么这是神的恩典，救赎的挽回。来，我们来读这个我喜欢的，也是下个礼拜青年我们的这个讲道的题目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，请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也就是我们的神，他是可以翻转人，纵使害你，像约瑟他的哥哥害他，他的哥哥想自由意志去做坏事，但神允许他们，任凭他们，但是我们的神可以怎样翻转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保守我们是可以翻转的。好，那如果呢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但是神呢，真的是要我们再次聚焦在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怎样得益处。阿们。那么神都做了他要做的，但你仍然不回头，这一块黑色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乌噜噜，上面会乌噜噜，第个。俄噜噜啦！你真的，神都想尽办法，还给你恩典，你都不愿意，要你洗礼，要纳你为儿女，你都不愿意。哎呀，求神来怜悯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保罗他改变了以后，他不再用这些来看主以后，而是怎样愿意寻求主的旨意，明白，而且怎样遵行主的旨意，愿意顺服主的旨意。所以而且在这个保罗其实持续他给我们一些看法哈。他说怎么样？他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请你们或吃或喝，不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好，所以上帝的旨意在意的是我们生命的原则，不是生活的细则。所以请你不要，你要做什么决定，翻开这个细则问神说：阿主啊，我今天是要搭火车还是要搭捷运？没有，上帝不在意的是细节，他在意的是原则，一般原则。好，只要我们这个有敬畏神的心，我们彼此顺服。所以嫁给谁，老实讲都没关系呀。不是只有那一个你才能嫁，而是你决定之后，你有没有敬畏神的心？你愿不愿遵行神的话，去好好经营你的婚姻？所以，如果你今天已经结婚，像传道已经结婚了哎呦，我阿贤奈安呢？没有这句话，应该要怎样？就是遵行神的话，好好经营你的婚姻，因为神的心意要我们怎样？要我们在他所匹配的，我们不应该分开。好，那我们只要侍奉神，所以我们选什么工作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，我们只要怎样？只要怎样我们一起来读这句来，对我们工作很有帮助。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好，所以保罗他给我们一些忠告他自己从扫罗变成保罗以后，他告诉了我们说，我们生活中只要遵行上帝的诫命，对，是不是有益处？有没有被辖制？是我做的这些事情让我不得不一直要做的，
那么被辖制的你就不要做。啊，有人说，哎，这个过年的时候，常常传道在的时候就，哎，传道，哎，我们可不可以来一点红酒啊？哎，你常常说，哎，不能喝酒。我不是说不能喝酒，我说不能怎样醉酒啊。圣经也这样讲哈，不能醉酒。那我们在判断是不是造就人，我们有没有效法主的榜样？最后一个，我们荣耀归天父，也就是刚刚传道讲，上帝透过他的话单独会主，有要我们遵行，我们有没有去遵行？我们愿不愿意？要不要去遵行？有牧师就任的时候就有讲，做我们没做过的事叫什么？成长嘛。做我们不敢做的事叫什么？突破嘛。做我们不想做的事叫什么？改变。愿不愿意改变？另外一个，当我拄到恶当灯的代志，在美国有一个5岁的女孩，她叫安娜，突然有一天肚子很痛，然后接下来常常肚子痛，然后接下来肚子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像9个月要生的小孩，然后她越来越难过，因为她得了一种怪病。她的妈妈带他们去看医生，然后教会一起为他们祷告。但是这个病就是最后会没有药可以医。在美国只有一个医生有在看这个病，可是去看的人曾经有得到医治，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最后都会死亡。那么教会除了为他们禁食祷告，常常去关心他们。那这个妈妈在这个教会有一次聚完会得到很大激励以后，有一群的人弟兄姐妹说，某某姐妹，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个话？你女儿会得这个病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有没有什么罪还没认的？你有没有得罪神？这个妈妈转身就走，从此再不再回到教会。她说：“我的女儿，我不相信我所相信这位上帝会因为我们大人的罪而苦毒这个孩子。这个孩子痛苦到极点，只有5岁而已。他不相信这位上帝是这样，我不要跟你们这些人礼拜。”在那困苦当中，这个女孩在医院遇到跟她一样得病，她叫海莉，他们2个都已经到了没有药可以医，都只在等死。安娜是这个背着我们这一位，她就把她的十字架给了海莉，说：“我相信主耶稣，主耶稣与我同在，不管我去哪里。如果去天堂，我觉得这个也很好，因为在地上真的很痛苦，他们非常的痛苦。”他说：“我把十字架帮他带上，说不管去哪里，主耶稣与你同在，我们一起去天堂。”当他讲完这2个抱在一起，觉得很有盼望。但就在他们抱在一起时，海莉的爸爸，他是在电视公司的主播，就找了安娜的妈妈，使眼色叫他说：“到外面。”什么事啊？这爸爸跟他讲说：“我严严的告诫你，不要给我的女儿有不切实际的期待。我们不相信，请你不要告诉她。”哦，没有药可医，他们于是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她是3个姐妹，她是老2。她的姐姐说：“啊，你好久没有爬树，我们一起去爬树。”于是他们在爬到小时候常常爬的高高的树，正高兴的时候，就一声咔，那个树干，那个干掉断掉，它就掉到那个树的洞的最下面，30尺高，掉下砰，然后再也都没有声音。姐姐吓坏了，妈妈叫爸爸妈妈叫救护车，通通来了，就是没办法，因为那个树太高，如果用任何的外力都会瘫下去，
让这个小女孩不知道在里面到底是生是死，没有人知道。但万一那树整个掉下压死，那更糟糕。于是弄了好几个小时，这小女生就掉在这个洞里面。到了晚上，终于把她救出来以后，发现她只有擦伤，而都没有骨头都没有断，脑里面也都没有出血，就只有擦伤。哎呀，大家就是说，怎么可能？满心感谢主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女孩子自从这一天以后，肚子越来越小。然后这女孩子就跟她妈妈讲，她告诉我好了。妈妈说：“是谁告诉你？”我在洞里面的时候，耶稣摸我，说：“安娜，你好了。”怎么可能？这个妈妈很理性的跑去找那个医生，医生说：“就好啦。”我也不知道啊。妈妈说：“怎么可能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一个人从上面倒头栽，就是头掉下去，倒头栽，然后撞到某一个地方，然后那个地方正好是让他这个病好，是这样吗？”医生说：“啊，就好了啊，就神迹奇事啊。”这妈妈就跪下来，说：“主啊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我相信的这一位上帝原来是这样的上帝，但我却不信。”于是他就在教会里面做见证。那么全美国很多的这个那个电视的节目的都来访问。那有一个人举手，他见证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那有一个电视记者就很辛辣问他一个问题，说：“该不会是你为了做见证而你夸大你女儿的病情吧？”这时候这个妈妈很惊讶，有这样的人，我做见证居然有这样的人怀疑我所信的上帝。就在这时候，坐在那个位置的男生举手站起来，他说：“我可以见证，因为我的女儿跟安娜同一个病房，我的女儿在几个礼拜前过世，而我就是不相信这个安娜的神的人。但我的女儿过世，因着安娜传福音给她，她面带笑容，安然的跟神走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活中，神要我们活出他的旨意，透过单独会主，我们一定有的时候跟神的关系不怎么好，因为神要我们这样去做，而我们就是做不到。甚至于有那个莫名其妙没有经过允许却临在我身上的事情，是神要我们去经历的。因为我们都走在神的心意里，而不是像马克吐温的所说的，使我彻夜难眠的不是圣经的奥秘，不是我单独会主这个奥秘让我彻夜难眠，而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做而做不下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曾经或现在，我们知道怎么做，怎么遵行神的旨意，但我却做不下去的吗？愿我们都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因为神会用他的方式来找到我们。你听见他呼唤你的名字2声吗？我们愿意回应神吗？在我们单独会主时，我们有没有心意更新？知道我自私自利，我自义吗？我们愿意活出上帝的旨意，让他来喜悦吗？请我们起立好吗？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《当你找到我》。当你找到我，在生命十字路口，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。
种种，全然交在你手中。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深容颜。我已决定永不后退。你作为何等荣美，你哪能在我心间？我愿一生紧紧跟随。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，我跟随你是荆棘的漫步。纵然面对挑战，也有眼泪感到疲惫。我要挣脱残累，永远不后悔。在你翅膀荫下，我的保护。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。你应许不要动，只是始终永不落空。未来在你的手中，我不忘初衷。等你找到我，找到我，在生命十字路口。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。过去的种种，全然交在你手中。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深容颜。我已决定永不后退。你作为何等荣美，你哪能在我心间？我愿一生紧紧跟随。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，我跟随你实行荆棘漫步。纵然面对挑战，也有眼泪感到疲惫。我要挣脱残累，永远不后悔。在你翅膀荫下，我的保护。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。你应许不要动，只是始终永不落空。未来在你手中，我不忘初衷。等你找到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找到我，找到此时此刻的我。主，谢谢你听见了我内心的煎熬。主啊，你听见我内心那说不出口。主，你听见，而且你应许。主啊，你的应许不会落空。主，我们在你的翅膀下，你保护我们。主，你医治我们。主，当我们偏行己路，我们自私自利自义的时候，主，
你再次透过每一天我们跟你单独会面时，主你搅动我们的心，你激动我们，使我们愿意来回应你，使我们愿意回转。主啊，当那苦难临到我们当中，那我们不明白的事情的时，主我们就相信主你要我们经历，因为主你是能够翻转的主。主啊，你有权柄，谢谢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保护。主啊，圣灵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支持。主啊，圣灵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引导。主啊，圣灵要成就的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主为了是要能够容神一人，主为的是要使我们成为祝福，人因我们得福，为的是要建立主你的教会，为的是要使福音在这个黑暗的社会，在这个没有盼望的时代，主我们因着你的救恩，主我们有盼望。主啊，因着你我们有喜乐。主啊，因着你我们不被外在环境天气影响。主，我们仍然有像阳光般的人生。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，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